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9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99天。虽然这个美国要求 G7 国家不要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样的字眼，但是不管美国怎么说从我这儿，俄罗斯就是在侵略乌克兰。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宣布俄军进入苏梅地区也就是抄到这个乌军的后路。俄罗斯武装部队第810旅的部队从库尔斯克州越过国界，并推进到乌克兰境内，进入苏梅地区。根据俄罗斯军事博主的说法这个810旅的士兵进一步推进，可能会朝着巴索夫卡村的方向进行，目的是绕过难以攻击的乌克兰阵地，并抵达乌军在苏梅方向主要补给线。他认为这将加速对该地区乌克兰部队的包围和随后的击败。但是乌克兰方面说在过去几天里，敌人一直在库尔斯克地区开展进攻行动，但已被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功击退。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认为没有任何俄罗斯军队有能力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进攻。科瓦连科说，俄罗斯侦破组的企图经常发生，但都被国防军摧毁了。俄罗斯方面说，这是810旅的一支部队进入库尔斯克乌军的后方，就是苏梅，要切断在库尔斯克乌军的这个后勤补给线。但是这个乌军说像这样小规模的这种侦察行动这俄军经常搞都被乌军击退。根据这个凤凰卫视的说法库尔斯克地区气候恶劣，室外温度最低是零下17度。实际上这个给双方的进攻都带来了极大的这个障碍。从这一点上说俄军派出一支部队奇袭乌克兰后方，这种可能性也比较低恐怕就是一个小股侦察部队误打误撞进入这个苏梅地区。现在生死难料。目前战场上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现在是天寒地冻对双方都不利。现在焦点是在外交以及谈判。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19日援引多名西方国家政府人士的话报道称欧洲多国军方领导人正考虑为乌克兰组建3万人保障部队。据路透社最新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0日回应称，这是不可接受的，俄方正密切关注此事。据悉援乌保障部队将被部署在乌东战场前线以外地带，重点依靠空中力量对俄罗斯形成震慑。保障部队由英国、法国牵头，多国同时表示相关设想需得到美国托底支撑。英国希望美方的保障部队提供空域覆盖。另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下周将赴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欧洲相关设想，探索如何与美方意愿相匹配。当然了，俄罗斯人说上述计划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将牵涉北约成员国的部队，并对俄罗斯自身安全产生影响。这引起了我们的担忧，因为我们正谈论派遣军事特遣队，北约国家最终可能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事情。佩斯科夫说这个特朗普这2天一直在疯狂的攻击泽连斯基，攻击欧盟他首先说泽连斯基是一个喜剧演员，但是又说泽连斯基是个独裁者，说泽连斯基支持率只有 4%， 说乌克兰花了美国3500亿美金，说泽连斯基只会糊弄骗这个拜登骗取美国人的资金，说泽连斯基就不应该这个打这场战争甚至这个特朗普说这场战争是由乌克兰引起的，否认了俄罗斯普京的侵略行为。我想这个视频大家看了很多了，我就不放了。这个特朗普最近的言行确实让很多人尤其是让那支持乌克兰的人非常气愤。我昨天的节目前天的节目对这个也进行了分析但是我看有很多网友不理解，认为我在给特朗普洗地。首先我说了一直看我节目的知道，我不是川粉，我也不是川黑。川粉说我是川黑，那川黑呢说我是川粉，所以这个都是一种二极管，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他没有办法就是认真的理性的分析这个事情。我在这里再重申一下就以我的观察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还是个嘴炮，就是在俄乌战争这个事情上面，他现在还是在对乌克兰进行打压，还是口头打压，极尽这种侮辱，对吧？这个污蔑之能事但是他并没有做什么实际行动因为特朗普这人他就是个嘴炮，他早上说的晚上给你推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如果我们就被他牵着鼻子走，那不就总是在翻车
之中吗？你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强调要看特朗普的行动，你不要看他嘴上怎么说，嘴上怎么说没有意义。现在很多媒体啊，确实就抓住特朗普的只言片语进行疯狂的传播扩大。特朗普本身就是个大嘴，他本身就是张口就来，你很难说他他能自己相信这些数，不一定啊。你比如说啊，特朗普说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4%，我不信一个选过2次总统的人，他能相信这样的数啊？4%的支持率，泽连斯基能坐稳吗？他说泽连斯基是独裁者，你想想4%的支持率，那前线的乌军那不要溃败吗？说不定还调转枪口呢。所以这个就是违反常识的啊。那特朗普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有啊，美国给乌克兰多少钱？你美国自己不知道吗？3500亿，那么特朗普是张口就来，美国每万出付一笔钱，国会都要批准，对吧？国会那有账本，你财政部还有账本，完了这个钱是给谁了呢？是给了你军工企业，都在美国自己口袋里转来转去的啊，最后交给乌克兰的是那些库存的那些军工产品，对吧？但也有现金啊付到乌克兰的，比如援助。实际上这个账你特朗普自己就能查明白，对吧？你国防部、你的财政部给谁付款了，对吧？你国会批了多少？一共不到1000亿，然后他随嘴一张3500亿，这个就是特朗普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们也没必要当真啊，你搭理他干什么？你还看他怎么做，对吧？10天前他威胁俄罗斯，大家就忘了，说普京必须要签停火协议，否则的话他要加大制裁，他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不都说过吗？我昨天节目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特朗普他有个目标，就是要停火。这个目标无论是特朗普对美国人民、美国选民的承诺，还是说从这个道义角度上说啊，他要求停火没毛病啊，连乌克兰都承认啊，想要和平，想要停火，对吧？这个是没毛病。那特朗普他想要停火，他就必须美国的角色要转变，至少在这个时候，他显得很中立，那就也就是说啊，至少他不能倒向一头，他要倒向乌克兰，那俄罗斯凭什么要跟你谈呢？如果他要全倒向俄罗斯，那乌克兰肯定也不接受啊，那他也把欧洲卖了。所以说他现在的态度就是两面打压，现在是集中火力打压乌克兰和欧洲，都是仅限于口头上，嘴上痛快，对吧？怎么羞辱，怎么难听，怎么来，反正这就是他的特色。我想啊，这个特朗普和普京要在2月底或者3月中旬要见面，对吧？两普峰会，在这个见面之前呢，特朗普恐怕都是以打压乌克兰为主，他很少说俄罗斯的坏话。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认为他一旦见完普京之后，这个特朗普恐怕要调转枪头啊，开始打压俄罗斯了。即便他自己不说啊，他很有可能让他的爪牙，他手下不那么多爪牙吗？什么万斯啊，什么卢比奥啊，沃尔兹啊，这些人肯定会跳起来骂俄罗斯，也会有这一天啊，等着。这就是特朗普的手法，压完这一头压那一头，吃完被告吃原告，对吧？何况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优先，反正美国是不想出钱了。特朗普说的话就不值一驳啊，他很多本身就是张口就来，满口谎言，夸大其词，这些对吧？但凡关注俄乌战争的都知道，一听就知道在胡说八道。那他为什么这么丧心病狂呢？要对待乌克兰，对待泽连斯基，对待欧洲呢？所以我认为啊，这个特朗普一还是美国利益，美国优先的。第二个，他要实现他的承诺，要让俄乌停火，那就是不择手段。但是目前还是仅仅停留在嘴上，对吧？你现在骂特朗普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过一阵子说不定你也要开始表扬特朗普了，对吧？也要把特朗普封神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对特朗普调停俄乌战争啊不太看好，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特朗普一厢情愿能做到的。换种说法啊，美国现在实力也不够。首先一个，普京虽然想停火，想喘口气，但是不达到他的目的，他也可以不听特朗普的，他就继续这么耗，这也有可能啊。更大的可能是乌克兰，人家就根本不听你特朗普，不听你美国，对吧？现在看欧洲，如果欧洲团结起来要支持乌克兰，他完全可以不尿你美国。美国对乌克兰还能干什么？顶多就不给武器嘛。但是给了钱买，他也要卖，他就是不白给而已。你说欧洲花钱去美国买武器，美国他会不卖吗？特朗普是美国利益优先，有钱他就要赚，所以说来说去就是个钱，这是我认为的啊。那你欧洲出钱，这问题都解决，难道特朗普还能掉头去支持俄罗斯吗？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做不到吧，毕竟美国还有参议院、众议院呢，美国的两党，对吧？就这个啊，特朗普如果支持俄罗斯的话，那恐怕共和党自己内部都不一定能同意啊。你看俄罗斯就是美国国内，那现在都痛骂特朗普。你比如说啊，这个美国资历最老的最资深的无党派议员叫桑德斯，刚刚发布5分钟的视频，公开称昨天是美国历史上最危险和悲哀的一天，就是指的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沙特的利雅得这个会晤。是桑德斯指控特朗普如世界上最残暴的独裁者普京联手，这是对民主价值和民主联盟的最大背叛。他指控特朗普谎话连篇，造谣泽连斯基发动了战争，造谣美国援助比欧洲多，说其实
么欧洲赞助是美国的3倍。你看看这个啊，是一个无党派的资深议员向这个特朗普开炮，说他无耻背叛。那特朗普曾经的盟友啊，曾经的助手幕僚，他们是什么态度呢？你看这个特朗普的上一任的副总统彭斯，他说啊，总统先生，乌克兰并没有挑起这场战争，俄罗斯发动了一场无端的野蛮入侵，造成数十万人丧生，和平之路必须建立在真理之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是2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袭击。那个彭胖子呢，对吧？那个是上一任的国务卿呢，他说啊，乌克兰绝对可以达成和平协议，但我们要记住，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访问基辅期间也希望实现和平。他说，我们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完成这一进程。特朗普的上一届的这个安全顾问叫博尔顿，他说啊，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描述是美国总统发表过的最可耻的言论之一。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从来都不出于慈善，我们在国内的生活方式取决于我们在国外的实力。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啊，特朗普的上一任的团队成员一个个的都在反对，都在骂特朗普。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特朗普啊，他把太祖那一套学得很熟练，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太祖学的啊，但是非常像，就身边搞一些新人，对吧？你搞一些新人，反正这些人根基都不深，只能听特朗普，一言一行都必须为特朗普的马首是瞻，对特朗普啊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有非常强的抗击意识。这个泽连斯基刚说啊，特朗普啊，说你啊生活在谎言之中，那彭斯就这个万斯啊，马上跳起来骂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用这种糟糕的方式对我们的总统啊，这是一种最糟糕的方式。特朗普骂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是一个什么不成功的演员，喜剧演员什么的。这个你看让普京看笑话。这个万斯啊1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啊，泽连斯基在公开场合批评特朗普行为是可耻的，说泽连斯基在媒体上对特朗普的指控，这一举动很粗鲁粗暴，不是与本届政府打交道方式。你看看啊，泽连斯基只是说特朗普生活在虚假信息空间里，你看万斯就像一条疯狗一样的出来咬。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选的这一届这些什么副总统啊，什么国务卿啊，什么安全顾问呐，一个个的啊，实际上都是特朗普的爪牙。我总觉得这个特朗普团队啊，这个叫卢比奥吧，恐怕是第一个要离开啊，他干不下去啊，他再这么干会精神失常。这个咱们见得多了啊。那特朗普某种程度上他才是独裁者，那蓬佩奥不是就这个卢比奥伺候特朗普一定是非常辛苦，功劳那肯定是特朗普，黑锅那肯定是卢比奥背。就像上一届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他的团队成员啊，一个个的离他而去，跟他翻脸一样啊。这一届一样，虽然他选的这些都是年轻人，都是没什么根基，不是特别深的，但是人家一样会跟他翻脸，因为没有办法配合，这就是一个精神病。你给人感觉啊，我们说这个梅德韦杰夫天天喝早酒，5夫1娃喝早酒，你感觉这个特朗普他这个早酒喝他更多啊。这个美国民主党领袖舒默在参议院致辞中称，特朗普将俄罗斯入侵归咎于泽连斯基的行为令人厌恶。舒默表示啊，听到总统重复普京的宣传，同时为有利于俄罗斯而牺牲乌克兰利益的谈判奠定基础是可耻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特朗普的言行不光是激起了欧洲乌克兰的这种反感愤怒，他在美国国内也激起了人家的愤怒啊，甚至他对吧，共和党内部都有人反对他。特朗普很快会意识到，泽连斯基并不是一个他可以用一个有趣的绰号来戏弄的华盛顿职业政客。泽连斯基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战争领袖，在国内外都受广泛欢迎，而这种尊重啊，是特朗普的权力所无法换得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泽连斯基啊，确实是这3年啊越来越成熟啊。特朗普说他是个演员，确实是，但是这3年，尤其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啊，这泽连斯基是越来越成熟。首先啊，面对特朗普的这种疯狂无理的攻击啊、污蔑，这个泽连斯基并没有针锋相对回骂特朗普，没有对特朗普进行人身攻击。有人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撕破脸了，其实没有啊。说乌克兰和美国啊撕破脸，其实没有。泽连斯基仅仅说特朗普生活在虚假的信息空间里，也就是说你特朗普被这虚假信息蒙蔽了，对吧？只有特朗普跳起来咒骂、恼羞成怒，这是特朗普自己的问题。泽连斯基这种做法，对吧，令人尊敬。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怎么说，欧洲都要依靠美国，就是还要争取美国。所以这个时候你把美国推出去，这个对乌克兰、对欧洲来说，这得不偿失，实际上也不现实。
现实，所以说泽连斯基啊对特朗普的这种辱骂，忍了。但是啊，乌克兰把这个特朗普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叫什么真相网站，给他封了，对吧？没有嘴上互相回骂。如果特朗普对吧骂泽连斯基，泽连斯基要反击他，也骂他，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这个就让地波老人笑话，地波老人就乐哈哈，他是最喜欢看到这个场面，这叫亲者痛，仇者快。就特朗普他不管怎么说啊，反正是你美国人选上去，这不能否认吧？特朗普再糟糕，那还不是美国人选的吗？美国人为什么选特朗普啊？所以你泽连斯基必须要面对这一点的。你特朗普这4年你又绕不过去，所以他还得捏着鼻子跟特朗普打交道，不能搞僵了。这就是泽连斯基现在越来越成熟，不要针锋相对，图一时口舌之快。然后这个特朗普啊骂泽连斯基，说他慢待了美国的财政部长。特朗普说啊，这个财政部长到了基辅啊，泽连斯基还在睡觉，完了答应要签署的矿产协议，说泽连斯基粗暴的拒绝了。但是今天啊，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说啊，泽连斯基答应了一定会签这个协议，只是现在还没有签。你看说法不一样啊，给我感觉就是特朗普啊又是无事生非。泽连斯基多次向媒体说啊，对吧？他们是愿意跟美国达成这样的矿产协议，但是泽连斯基说了，我跟你签这个矿产协议，你得保证乌克兰的安全，否则我跟你签这协议有什么用呢？但是特朗普啊，他现在啊出了什么考虑啊？他是不同意这一条，或者说这一条先不能明说。实际上乌克兰的很多矿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顿巴斯地区啊，现在是在俄罗斯人的掌控之下。如果啊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达成协议，那实际上就是让你美国人对吧？你要去把那个矿给我抢回来啊！你不把它抢回来，我们签着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啊，泽连斯基是愿意签的，只是他有附加条款，就是你得保证安全，也就是你美国得出兵，哪怕是保护那个矿，你也得派兵。但是特朗普现在他不愿意，就是目前，那泽连斯基肯定不签了。泽连斯基说了，以后肯定会签，那就是你答应派部队过来，我就跟你签。我在以前节目说了，这个签矿产开发协议啊，没什么，对乌克兰来说啊，损失不大，给人感觉有城下之盟啊，有趁人之危，趁火打劫的意思。但是啊，你总好过你这些领土被俄罗斯占了。现在对吧？因为你跟美国签了这个协议，你能把这领土要回，反正那是你特朗普的事了，对吧？你想要这个矿吗？那对乌克兰来说，那主权还是乌克兰，对吧？这是这个协议，那特朗普也只是干4年嘛，4年以后可以慢慢再谈，对吧？不平等协议，那以后还可以取消嘛，对吧？这就叫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签也不是坏事，泽连斯基应该跟他签，但是确实要把握一条，就是你得派部队来，这个不算丧权辱国啊，这个是叫两害相权取其轻。至于特朗普啊要求乌克兰进行选举，说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 4%， 这个给人感觉啊，他就是在帮普京，对吧？在帮他完成任务。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还是认为特朗普是在给泽连斯基施压，而不是真的啊要去搞选举。那说白了还是逼这个泽连斯基极限施压嘛，对吧？这个不光是泽连斯基不愿意，也不光是乌克兰人不愿意，这乌克兰的反对派啊，什么季莫申科还是什么一大堆的人，扎卢日内都出来表态，说乌克兰啊目前是战时状态，可以不进行总统选举。然后还说啊，目前泽连斯基是合法总统，也就是说啊，特朗普和普京低估了乌克兰人的反抗俄罗斯的决心，这是乌克兰国内啊这个态度。那欧洲呢？这个捷克总统帕维尔说啊，在一个已经为抵御邻国核大国侵略奋战3年的国家，选举还有什么意义？在一个1/5的领土被占领者占据，整个国家每天都在遭受炮击的情况下，如何走出选举？称这样的国家总统为独裁者，实在是极大的愚弄。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说啊，作为乌克兰民选领导人，泽连斯基理应获得支持。斯塔默特别指出，暂时暂停选举完全合理，并引用英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类似的措施历史先例，也就是那个丘吉尔。德国总理舒尔茨说啊，特朗普将泽连斯基定义为独裁者的言论实属错误且危险。他强调啊，质疑泽连斯基总统的民主合法性不仅是根本性错误，更会带来严重后果。马克龙发表声明说，强调法国及盟国将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承诺履行维护欧洲和和平安全所有义务。特别指出，任何和平进程都必须确保乌克兰的充分参与。还有其他国家啊都纷纷表态。实际上关于选举这个啊，那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理，马斯克就说了，对吧？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期还有什么2战时期啊，都进行了总统选举，他这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关于选举这个啊，我倒是倾向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了，当乌克兰加入欧盟，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后，乌克兰安全了，他就自动辞职。现在在乌克兰搞选举，实际上就是中了普京的阴谋诡计。普京正好那么多特工啊，还有很多潜伏在乌克兰，正好上下其手，一煽动
又一个亲俄政府成立。这个特朗普如果真的相信了普京啊，就是要进行选举的话，那就是上了普京的当。不知道特朗普啊是故意糊涂呢，还是说真上了当？这个我们再关注。今天啊，这个特朗普的俄乌特使凯洛格跟泽连斯基会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啊，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啊，应美国要求取消与美国特使凯洛格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联合新闻发布会。这意思也就是说啊，美国和乌克兰是秘密谈判，也不对外发布嘛。美国和俄罗斯在沙特的利雅得会谈，大家知道吧？这个主办方沙特是派了外交部长，还有什么国防部长，人家也派了3个人坐在那听着的。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杜绝了啊俄罗斯和美国密谋，双方密谋这种可能。你还有沙特在那坐着呢，你玩什么阴谋诡计啊？你密谋出卖乌克兰，那沙特在那儿呢，他能保守秘密吗？但是你看看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人家真的叫密谋。这个凯洛格和泽连斯基见面，居然不对外发表。你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第一个，美乌会谈居然把俄罗斯排除在外，那不就这意思吗？俄罗斯连上桌子的机会都没有，可悲惨败。关键是啊，这个美国和乌克兰密谋了啥，谁也不知道啊。胡锡进老师着急不着急啊？他们到底说了啥？为什么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在想啊，凯洛格和泽连斯基的会谈为什么不能公开，或者暂时不公开？很有可能是对俄罗斯不利，自己分析分析吧。如果是对乌克兰不利，那泽连斯基保证坐不住。当然呢，也可能部分啊对乌克兰不利。我们很多事不要说的太死，就是他那个计划里面恐怕大部分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但也有部分让乌克兰要让对乌克兰不利，但是更多的恐怕是对俄罗斯不利，密谋一致对付俄罗斯。我觉得特朗普做这种事情，他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对吧？他嘴上说一套，手上做一套，早上说一套，晚上说一套，对他都不叫事啊。这个我们可以关注啊，因为美国和乌克兰这个谈判谈的什么内容，很快我觉得啊，要不了1个星期就会暴露出。他是应美国要求取消这个联合新闻发布会。哎，如果说你要是对乌克兰不利的话，你美国要取消这发布会，那泽连斯基他也会录个小视频说出去啊。所以我的观点啊，大家现在不要急，因为特朗普这种性格、这种特征，对吧？这翻脸比翻书还要快，你跟着他后面转，那只能说明你想的太浅，沉不住气，对吧？人家泽连斯基还没有跟他翻脸呢，欧洲更没有跟特朗普翻脸。卢比奥啊，给欧洲那些领导人挨个打电话解释啊，说这个俄乌不停火，制裁就不停止。所谓的解除制裁是指俄罗斯、乌克兰达成协议停火了，再考虑解除制裁。这说法不是挺正常的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特朗普也学坏了，他对俄罗斯那不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吗？做了什么实际动作没有？跟那个什么合作无上限、只有加油站没有重点站意思不差不多吗？所以说啊，最近这几天这个特朗普是火力全开，疯狂的攻击这个乌克兰和泽连斯基。但是不要紧，泽连斯基乌克兰要顶住，不要怕特朗普的压力，他现在这种压力就是纸老虎，是真正的纸老虎，没有什么伤害性，侮辱性极强，伤害性不大。反过来说啊，特朗普拿捏乌克兰的筹码远远比拿捏俄罗斯的筹码要小要少。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